为着要预防虐待囡仔的事件搁再发生，卫福部进前公告托婴中心监视器的影像相关草案，规定业者有义务爱甲监视器的画面传去中央的系统，至少爱保存30天。若是有违规，会罚3万至30万。不过，托婴团体是认为讲安尼并无妥当。画面当中传出囡仔哭声，甚至有教保员疑似扇嘴皮情形，亲像安尼不当对待囡仔的事件，常常听到。卫福部为强化防范，公告托婴中心的监视录影设备相关的修正草案，并定业者有义务上传监视录影画面到中央系统。家长有意见，结果要去调阅摄录影音的资料，然后他就说机器毁坏，所以在这一次才会在那个管理办法增加这样要上传云端，整个由政府来做一个管理啦。社家署统计110年到112年6月发生114件托育人员不当对待囡仔事件，为109年统计到112年11月，有10件是调查涉嫌虐待囡仔不当对待的案件，发现监视设备因为人为操作不当或者是损坏，希望关键影像应被妥善保存，所以要求上传。不过托育团体认为，安尼做并无妥当。托婴中心已经有装监视器的这个母法，加装一个叫做要上传云端，画面很容易滥用或解读，而卫福部却在这个时候要去推动，我们其实很不解啦。居家保姆托婴中心大概也照顾5万人，你今天要照顾这么多的孩子，其实你应该是全面保护。托婴团体指出，无反对设监视器，是烦恼影像上传会外流，曲解被滥用者的记录。另外，居家托育是毋是也共步办理？社家署认为，私领域无适合，会用提源方式并入者的方式来进行。两种托育领域各有相应的管理方式。草案有效期是60天期间，会广纳各界意见，等后续过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